件是景德镇传统4大名词之一的金花瓷。来，开窑！哦，几乎是那一窑接近于全军覆没，每一片瓷片都记载了一个过往。我现在是在学习我爸，但是我会在意自己的想法。也许我改错了，但是错了也是一种尝试，这就是我跟他的不同。如果有一天你叫我不再做瓷器了，人生就失去了意义，我就不知道做什么了。